这个防滑绝对到位，这个鞋子一插进去哦。拿起把水。啊，这人家说啥意思？这人不是人这个，他们是俺们飞机嘛说，这后来。 신촌에 키모는 어떻게 알지? 시간아, 니 좀 줘, 그게 이제 그거. 이슈 좀 그새 그래 맞아. 너네 제 바이크 사거나, 너네 시작했으면 이거 해봐.妈妈，需要一个人多少钱？哎，下一号500块钱。 500块钱，500。500。你是四川的吗？是哪里的？啊，就是你是当我们是本地人的。本地的四
川的嘛？啊，就是四川的。啊，彝族。你是彝族。你不是远不来，爬进什么的？现在你就不哪里有搞不对吧？可以走这里走。这里也可以走。谁到哪儿地方去啊？鼓队，部队。鼓队乡。哦，还有部队去啊？鼓队能不能从这里出去？这里一直出去？这番可以过开，那番可以过开，直接。还有那个路，那个路就是二叫路一个地方来了，这飞到二飞路二。有一个岔路嘛？哦往哪里走嘛？这儿可以过去的。一直走吗？还啊，是一直走土路走土路。就下面有一个分路嘛，对不对？往那个土路走。反正你直接走土路就对了，走进去了打个那个县城里头来了嘛。一个来发叫一个飞到内部去，一个飞到西市去了。哦，就是这个路能不能？还有内部过，还有古都过开。这个路都能通是不是？通。全部能走吗？一直可以走。哦，一直可以走，可以走到绿波县去。绿波县。还可以走到西市镇。我去拿地图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也不识字。不是字没关系，我跟你说嘛。这介绍说啥子嘛？那是可能给他想的对。看一下这里好。1.2两。와, 주시면 같아요. 나 나타났구만. 아이. 지금 현승 좋았다. 예. 와, 저희야죠. 나 그거. 제. 아주 맞잖아. 니서 본지 보시다나 지금. 어쩌지? 저도 좋아하죠. 그진 좋아. 그진 좋아. 인사인 좋아. 마하진 좋아. 그지들이 좋아져나와. 내 저도 좋아져 보통네. 오늘 돈 심하게 와서 드시야. 오늘 얘기 때로 또 후구는 오늘 보는 것을 한부에 그것도 서고 지자를 제가 하고 하잖아. 다른 것도 없지만 미안합니다. 그래서 이거 끼고 심하지. 무슨 就是没得电就不行了，是吧？我们哪里的？从上海的，就是说。没意思嘛，你在看书嘛？对对对。一看这都是一个妈妈，你晓得不？对，就是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个好看。
上海的，在哪里嘛？我美国的嘛，美国哪个乡嘛？啥脾气的乡？他去看，这个，啊，年轻一点，可以哦，现在，我这样子好的很哦，真的可以。我们现在是30岁，因为咱这个事情，我们全部是8那个嘛，我是真正是艺术，我干一个蒲山，你晓得吧？你的衣服不穿不行吗？啊，衣服这衣服的话，衣服穿的可以。啊不，就是听见我，哎，过年都吃了，没听着我呢。你回家去，这就是你30的。 32丢了，35的咱也能管是饺子了。哦，你那炒这题不高呢？呀，你这你让你们这个你这不是装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得早上。炒是说炒南瓜的，30的。哎，把这不不。我看这不是一个呢。我特别爱惜的，出片啊！哎呀，俺们还觉得你你乱吧。 20路的。干了。这边也是越来越山林了。漂亮。 漂亮是看的，拍照片和那个有区别。已经起来了，已经被搅动了，看那边。
子呢？烂蓝把子把子，你现在白天这个最好是白天走，晚上不要走，那一段路相当你要滑。到烂把子，你有有雪是吧？哎，稍微快点可以到烂把子。接到地下就是。烂把子，过去才是烂把子，你到乡政府那有可能有，我也不敢保证你有。蓝把子，烂把子有可能有。二队走的是蓝把子乡政府。对对对，二队几个月了？我们来的时候是穿大裤衩子来的，现在全部都穿棉袄。那你们厉害哦，哥。没事没事，习惯了。咱这线路一个月了，那还早了。我以为你没火拿手干嘛？有火有火。今天还好哎，今天不飘雪花。那你觉得哪边那个民风好一点？他们穿民族服装的哪个地方多一点？民族服装这边好像都差不多。都穿我们一样的衣服吗？他那个插瓦，你要如果真正到当地农村，没有。你只有那前阵那过年的时候，你在美国县城，啊，你那还好一点。那前一段时间来还可以，他是11月22号至12号， 11月11月20、23、23、24，他们过年，那时候那还好一点。那都是穿的都是基本上一个样了，街上。你看现在他们的老太太，有的穿民族服装太脏了。太容易脏是吧？对，不好洗，而且它本身就不好洗，他们的插瓦有时候就铺在地下就坐就睡，哪有这么干净的？这今天你还不错啊，这天天的大雪小雪大雪，哎，妈的更不用谈了，天天是雨，天天下雨。天天阴雨。我们二队就在烂坝了。那是够惨的哇！哎呀，那也没办法，你干的就这个活。我看一路上很多那个架子的那个，跟我一块走吧。好，那我车子怎么办？那我车子怎么办？一块回家了，过年去了。对。慢一点，赶路吧。你要不然你马上天就黑了。啊，好的。其实我们也无所谓。前面班比较急，注意一点。好的，谢谢你们自己小心。路不好，这边好的，路都不好。好的，走了啊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你跟我们汉族，他不是汉族吗？你们哪？他哪是汉族？不是。我们是彝族。啊。他干嘛不穿嘛？你给我看人，你不能拉呱，我记怎么走的？你过来。不是，我说你为什么不穿？太麻烦吗？不是麻烦，我们这里的那个穿彝族服装是只有那个节日才穿的，节日。哎呀，你让我看看我走但是那边西昌那边就不一样了，那边就当地的人就像这几天都要穿嘛。是啊，西昌。西昌啊。有的呀。啊？不要限制的吗？要限。我是什么的？这是快点吃的。你想。远点是。那你这个 GPS 怎么的限制的呢？就限在这里嘛。哦。没插嘛，我现在充电，充这个东西的电。
么这个我去，我是给孩子的。这个行啊，多少钱？嗯 GPS 多少钱？ ，GPS 在内地不贵，那400-500块钱吧。嗯，400-500块钱。哦， 3万不是要，在这里买不到，那这里贵一点啊，600块钱。 ，600块钱差不多。这贵多少个？小孩的他要卖多少钱嘛？差不多是来，我底下看不着。他说要100块钱，便宜一点嘛，我们拿来卖放掉嘛，他说要100块钱。再便宜。点钱。就是不是，我们拿来到时候到里面放掉，你少一点，你不以后不要抓了，这是国家保护动物，明白吗？他说要80块钱，80，他那个小玩不容易逮到的。不是，这个东西不能抓的。你抓了以后，我给你点钱没关系，这个要放掉的。还差。
烤土豆。这是饭店吗？这背的要弯下来了，我靠，是不是？回来，回来。哦，哦，我这个知道。好。哪里吃你面子？快去吃吧。往前走，但是没法走吗？现在？走哪儿去？啊？在哪里啊？马边。马边。
香海，大米啊，有没有特别的你们自己吃的食物？苦球，乔巴，球吧，乔巴是什么？也是大米一样噻。好吃点的这些啊？会了吗？我在这耍的。
山线，转正出发，从雷佛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200米后掉头行驶。永山线的隧道，去大关，刚才那个路不让走，